建商伫110年标组着完美国学校2200平的商业用地，煞伫6月底，甲中英路、甲开元路的人行道拢封起来，出现人车争道的现象。原本5月要开协调会，建商嘛同意向居民做好沟通，煞伫无通知的状况之下就开工，互居民相当不满。逐工拢而家出入入无，安全足重要啊！因为我拢个带孙仔出来公园散步啊。他们没有通知我们，就把铁皮搭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老人家骑脚踏车就摔倒，这是一个。另外还有一个坐轮椅的，也是。其中上大的争议，就是建商甲地下室汽机车停车场的出入口设计伫开元路212巷甲中宁路口。这个巷道拄好是里民出入公园的主要通道，当地居民希望建商会当变更设计。你交通局为什么当初你会核准？你在施工的时候，你的交通安全你要顾虑到周遭的安全呐、而且你地下道你要设施在那里，你根本都没有跟在地的里长、跟在地的声音去讨论呐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群起激愤的原因在这里。准讲咱这处理口设伫个这个长隆路啊，是林森路，做有机会会把这个处理口拆掉的啦。拆掉遐就是咱讲的嘛，伊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愈较大。公听会当中，虽然来了100名里民到现场来听建商的说明，但过对着当地意见，建商嘛是无爱变更设计。强调依法动工的建商嘛无法度向居民达成共识，最后双方以无欢喜散场。但是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